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阿广，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艺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再给你个秘密武器，这什么啊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。哎呀，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！哎呀，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记住啊，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儿记住了。吉时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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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去！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抢婚，不行，我得开动脑筋，想办法才行。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吁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以后有罪。啊！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外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！啊！哎呀，秦柔，秦柔，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来喝，来。哎，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。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旗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
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上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。要怪，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吓唬吓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来，这个，哎，好嘞。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哎，接着喝，来，你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背有点痒。挠挠。来，吃咱们的。好嘞。来，喝酒啊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谁？是我。滚出来！出来！大胆！本王乃当朝3皇子灵齐王。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琴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他
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谢言姐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青柔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。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，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唉，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。谢公主。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你醒了。你既然都醒了，那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我救你一命，你还未曾报答，为何是两不相欠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本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，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的，都被你搞砸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赶紧躺下。皇上驾到！父皇母后。父皇，启儿免礼。谢父皇母后关心。启儿，不碍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大碍的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臣等罪该万死。父皇息怒，您不必责怪他们。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。皇上，这大喜的日子发生如此不祥之事，实在是晦气。难道我儿与这晴柔命不合？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再行婚配之事吧。母后，初闻启儿受伤，朕与你母后都十分痛心。也许是你大哥丧期未过，天降大难，婚配之事
放在此时，实在不合时宜，还是暂且搁置吧。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京城之内，竟有人公然抢亲，还刺伤了王爷。引号李章，臣在。朕命你们彻查此事，一旦查清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站住！爹，给我回房去！爹，表哥他受了重伤，我要去看他。你给我回房去！爹，小姐，老爷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这是为何呀？谁让你不让我出去？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。这爹的话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趁早断了和谢延琪的念想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禀明皇后，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。爹，你怎么如此待我？哼，我不嫁。爹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大王爷已异，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。你嫁给他，那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往后你就是皇后，我杜家也可以光宗耀祖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辰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，我只做延琪哥哥的王妃。你混账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言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你也得听。我就不！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，饿死算了。不吃也罢，你就是饿死，也不许你出府半步。本王口渴了。哦。今日这风有些大呀。哦。这太阳未免太晒了些吧？你要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姑奶奶我忍了。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差不多得了。等我伤好之后啊，我自会禀明父皇，让你我二人即刻成婚。谁稀罕呢？哎，这些日子为何不见独孤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王爷，青柔，你先回房吧。切，走就走，哼，谁管你？走了。咱们回屋谈。说吧，查到什么？王爷，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。谢延辰，害死大哥，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。也好斗胆问王爷一句。但说无妨。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的？本王早就说过，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。可别人不这么想。
王爷应当选那玄武门的太宗皇帝先下手为强。大胆！王爷，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，才自小与人疏远，怕别人认为我觊觎这皇位。可如今，你又让我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。可谢言臣又何曾顾及过兄弟情谊？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长幼有序，大哥已死，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。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，此事就不要再谈了。可分明他就没有打算收手啊！只是本王觉得，二哥这次想对付的不是我。你是说晴柔？怎么可能？本王也不是很确定，再去查。还有，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你务必要保护好晴柔。本王有伤在身，怕是力不从心。王爷放心，晴柔怎么说也是我的义妹。好。哎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放那边啊，别磕着了。哟哟，还弄得蛮不错的嘛。哟，这不是落跑王妃吗？啊，去你的！说什么呢？来坐。哎呀，哎，没想到啊，这老板娘还真靠谱啊！这一掩耳盗铃之事，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位置。这么好的位置，简直是……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回可赚大发喽！好眼光，真不错。哎，那个，我把道具车上的东西啊，全都搬过来了。你看，我敢保证啊，他们古人肯定连见都没见过。哎，我呢，只需要把这些现代化的产物挨个做个重新量产，也让他们古代人体验一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。那时候啊，我周大头可就是古代的爱迪生了。东西啊，一定大卖。好，你厉害，火鲁班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说话这么没力气的，不像你的性格啊。嘿，其实啊，我今天来是找你有正事儿的。我想让你做个轮椅。怎么？你家那口子瘸了？说什么呢你？胡说八道。哎，还不是他替我挨了一剑，现在倒讹上我了。非让我成为他的全职贴身丫鬟。你说他这身体还没好，腿脚又不便的，还到处去走，我就想着给他做个轮椅，他去哪儿一推不就得了，省得我天天还得老扶着他。哎呦，都知道疼老公了。你这不还没过门呢吗？哼，周大同，你现在到了古代，嘴皮子功夫倒是见长啊。我呢，都是跟你们学的啦。好吧，我研究一下那个玩意儿。应该不难做。好的，那你抓紧时间做啊。好嘞。你怎么把这高科技的玩意儿也给弄过来了？这古人看见了，你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而且这又没有电，你怎么用啊？我呢，就是忽悠人用的。我把手摇发动机和那个 DVD 全都带过来了，以防不时之需嘛。你说，万一再整个什么大王爷事件，那时候我的这些玩意儿啊，就成了救命神器了。我呢，就可以当个救命法师了。得。来，喝点水。大头啊，我先回去了，轮椅你快点坐啊。得嘞。哎，青柔，你吃完晚饭再走吧。啊，不了，改天吧，再见。哎，这范二的性子啥时候能改改哟？这么说的话，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独孤有债必还。那你打算怎么还呀？殷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
找我。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独孤远，其实上次的话我没讲完，我嫁给谢言齐是有苦衷的。你别说了，你说的，我信。你信？你不觉得我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吗？我认识的尹姑娘，不是那样的人。独孤，你真好。青柔，你不用解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被绑走了，受了伤，我真的很担心。现在能看到你平安的回来，我已经别无他求了。谢谢你，独孤。不过，青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发生这一切，你没有顺利嫁给他，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这都是一个叫老天爷的人写好的，那只能说我不认命。所以说，你还是要嫁给他，是吗？独孤，我们一直都会是好朋友的，对吗？好朋友。你这边是，你们这边是。独孤远，报告大人，此处已排查清楚，并无线索。好，继续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快救我！有人追我！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大胆！大人，我们是相国府上的下人，小姐偷跑出来，我们领命带小姐回去。怎么回事？不要他们带我回去，你带我走。你府上的事我不便过问，告辞。尹浩，你忘记上次的事了吗？你若不想让我告诉皇后治你的罪，就赶紧带我走。不是，走。这回去怎么交代呀？怎么跟相国大人说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府上的人要抓你回去？我爹罚我禁足，不让我出府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为何总这样破坏规矩？我表哥受伤了，我要去看看，有错吗？哼，连你也说是我的错，我究竟做错什么了？哎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家。我说送你去灵齐王府。走吧。
是你这扫把星，害表哥受伤，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今儿个累，没心思跟你吵。没话说了吧？表哥就是你害的。嫣然姑娘，嫣然姑娘此言差矣。晴柔也是受害者，王爷受伤是因为王爷重情义，与晴柔无关，还请姑娘嘴下留情啊。哎，你难道说王爷的伤跟晴柔无关？叶兄，你错解我的意思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梅，你先回去，我与独孤有话要说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别烦我！哎，你等等我！叶兄，有何话要说？独孤兄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表哥，没问题。王爷，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即使她再聪明，再沉着，她也是个弱女子。看她无精打采的，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，开导她。没想到被某人误会了。王爷，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退下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这么说，误会才怪。哎呦！看来恢复的不错嘛，都能起来了。你多活动活动也好，省得变成大胖子。别没有皇帝的命，反而得了皇帝的病。哎，王爷一早醒过来就找你来着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，这不担心你的伤势，偷跑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来的路上，还一直被人跟踪。我看杜甫急于带他回去，还有重要的事，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态度再说。表哥，父亲这回很生气，我回去肯定惨了。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。我保证不生气，不发脾气。表哥，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，你是知道的。我不喜欢他，哎呦，表哥，反正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哎，别！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？这院子里的东西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吧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？万一碰伤了丫鬟怎么办？表哥，这王府还是要赔医药费的。这就算不用请郎中，那手脚不利索了，干起活来也不麻利了。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我们家王爷呀。还有啊，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，可也是娘生的爹养的呀。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胞友爱的精神呢？哎，表哥，表哥，行了，表哥，依我看，嫣然就暂且住下，回头我必会禀告舅母大人。谢谢表哥。舅舅，殷浩这是要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了。按这么查下去，早晚会被老三查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。不必惊慌，他查出孟姜，我们也有脱身之法。他一个占山为王的山贼，他的话谁信呢？可是什么？为了他们方便办事，我把王府的腰牌给了孟姜。你糊涂啊！舅舅，我也知道错了，
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明天我先踏人一步，去找皇后娘娘，跟她说道说道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被动了。你说，她是相信你这个儿子呢，还是相信其他人？王爷您回来了，双儿给您。双儿该死，不知道王爷有客人在。我不是让你在后院待着吗？他们说王爷回府了，所以想来看看。这是，这是，双儿，快过来，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，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房侄女，最近送过来托我照看。双儿，我和舅父有事要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嫣然她啊，舅父放心，婵儿心里明白，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处置孟江那个山贼吧。参见娘娘。哥哥免礼。今日进宫，不知哥哥有何要事？都是我的疏忽，让一些阴险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婵儿这2日在府中，既担心弟弟的安危，又为谣言所困，倒是轻受了不少啊。婵儿受伤的不是琪儿吗？为何婵儿消受轻减呢？自从那日晴柔受了伤，3王爷也受了伤，皇上下令彻查此事。不知怎么就传出说此事与2殿下有关，还说是2殿下派人所做。一派胡言！他们俩是亲兄弟，弟弟大婚，当哥哥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何要绑走弟媳呢？娘娘，此事没那么简单。有谣言说，这是有人想离间他兄弟2人，也有人说这是土匪大劫，还有人说呀，这是3王爷有意在抹黑2王爷。但不管是何种情况，对2位殿下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是自家人，有话直说便是。臣以为这一切都是储君未立所致。储君一日不定，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稳呐。前几日，皇上身体不太康健，有心人他就不免多想。哥哥这话有道理，可是皇上禁止后宫干涉朝政，近日来身子又不太好，就更加忌讳别人提起立储君的事情。皇上虽然洪福齐天，长命100岁，但这立储安稳朝政之事也是当务之急呀，免得有些人赌博下注，惹是生非，不管哪个殿下有所不测，伤心痛苦的还是娘娘您呢。还是哥哥心疼我，我试着找机会探探皇上的意思吧。娘娘圣明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真是好人难做，敢吃本姑娘的豆腐！哼！我不爱吃豆腐。爱吃豆腐的男的怎么会说自己爱吃豆腐呢？哼！本王真的不爱吃豆腐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你为什么不爱吃豆腐呢？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呢，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。
1两大豆所含的蛋白质呢，相当于1两瘦肉、3个鸡蛋、4两米饭。它还含有钾、钙、镁等5种抗癌元素呢。经常吃豆腐呢，还可以预防和治疗直肠癌、结肠癌，还有乳腺癌。多吃豆腐呢，还可以生津润燥、清热解毒，有益中和气，还可以有利于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疾病呢。看着我干嘛？本王决定，明日开始吃豆腐。切，我说了这么多有技术含量的话，可不是让你去耍流氓的哟。那本王还是不吃了。你怎么能不吃呢？那么有营养的东西不能不吃的。你，本姑娘从来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怎么样？周大同，哦不，现在应该叫周神通啊！啊，你现在真的好厉害啊！以前有千颂伊病床凹造型，现如今有谢延琪轮椅型男秀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们穿越过来那天，你当时是不是跟孔双双、孟姜待在一起？不确定。我那天呢，也是正好路过那辆道具车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到这儿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他们也穿越过来了？怎么，你遇见他们了？我不太确定，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见孟姜了。在哪儿啊？就是绑我的那伙人嘛。然后我看到一个人戴着跟孟姜一样的手串，一样的戒指，哦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你没认错吧？那你告诉王爷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哪是出卖朋友的人啊！嘿，他这个人精，走到哪儿都能好吃好喝的。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我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和灵齐王爷啊？我可听人说了，皇后想暂时搁置你们俩结婚的事儿，所以我问问嘛。还能怎么办呀？别人说嫁就嫁呗，说不嫁就拉倒呗。皇命难违啊，枪赶着不是买卖。嘿，说什么呢？什么买不买卖的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我看呐，一时半会儿咱们也回不去了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好好想想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才对。跟着我干嘛？双双，唉，没想到才分开几天，你竟然吃了这么多苦。不管到哪儿，都难不倒我孔双双。哎，对了，双双，我之前看到尹晴柔了。尹晴柔，她怎么在这儿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们俩都穿越过来了，何况是她呢？况且人家现在可厉害了，差点成了灵犀王妃。她连跟我提鞋都不配。哼，说这个都没用。你看我现在不照样成了山大王啊？依我看呢，还是早点想点办法，穿越回去才是真的。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？我还想回去做我的超一线大明星呢。你都不知道上次我那电影有多火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去那个好莱坞溜达，那个《X 曼》的那个导演说我特别适合第5集里那个倾国倾城的变种人呢。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处？你得回去再说呀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你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压寨夫人得了。别闹，人家现在可是凌晨王的人。
我也是无意间听到他们提起你，才知道你也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小心点儿，他们想要办了你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我才不怕他们呢，我山寨兄弟多得很。不过，我倒是觉得你成天跟着凌晨王有什么好？难道他长得比我帅？德性。不过，我跟你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我现在在王府还有些事情，而且我现在一走了之的话，惹怒那个王爷对咱俩也没什么好处啊，你说是吧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等我把事情都办完了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行吧，那我等你。这是骨头汤啊，对于你们这些骨伤的人来说，喝这个最好了。哦，想不到你竟然什么都懂啊！那是当然了，虽然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但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啦。来来来，吃，尝尝这个。王爷，独孤啊，独孤，又这么巧，我这灵齐王府的门槛要是再低点儿，估计就被你独孤踏平了吧？王爷，孔子曰：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。”对啊，孟子也曰。孟子曰什么？孔子曰的对啊。来来来，快吃饭。王爷，今后打算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们都劝我和二哥为敌呢？他是我的亲兄弟，又年长于我，如今大哥不在了，他自然为长，有些想法也在所难免，本王尚可理解。难道王爷就真不想坐那个位子吗？你把他当兄弟，可他把你当兄弟吗？大王爷尸骨未寒，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难道王爷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在意的不是晴柔姑娘，而是你。本王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我未来的王妃。可事实是，在王爷大婚的当天，你的未婚妻被绑架了，而王爷你也受了重伤。哎呀哎呀！干什么？真是的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妈妈没有教过你们吗？本姑娘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你们要再这样，以后就不做给你们吃了。好啦，快来吃东西啊！快点。今日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皇上近日气色也不错。啊，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好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齐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皇上，皇上，不碍事。老了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哦，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？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呀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不爱喝呀。皇上，依民女之见呢，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您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，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看来啊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传朕旨意，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，一切都听晴柔的。顺便
去转告御膳房。是皇上。方才啊，朕看到晴柔了，她可真是朕的福星啊！一句话就解决了朕的汤药之苦啊！朕看晴柔姑娘气色不错，而且这段时间照顾琪儿的伤也是尽心尽力。妻儿的伤也快痊愈了，你吩咐钦天监选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皇上，本来我儿与这晴柔的八字就不是什么上上之选，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，我听相国夫人说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又是相国夫人说，你是皇后，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气度。这些都是内宅妇人之见，你也跟着起哄，以后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。皇上，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关系到妻儿以后的幸福，我这个当娘的，能不希望她好吗？现如今，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，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，这一切都是陈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用过问了。皇上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陈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，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说句打不敬的话，日后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，我还不是一样，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？我干嘛要给自己添麻烦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，骨肉相残呢，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，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考量一番。舅舅，母后说动复活了吗？也不尽然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，这万花会看似平常，但其实是你和谢延琪对未来社稷的一次交锋。皇上一定会派人前往观看，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！我已准备了多首以牡丹为题的七言七律，画作也在秦家练习，所以定不负舅舅所望，请舅舅放心。不，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坐实你的储君之事。现在该麻烦悬空的老和尚了，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火钱，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。还是舅舅老练，那侄儿就静候佳音了。不知道嫣然怎么样了？别提他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关心未来老公还不承认，切！我哪有？我就是觉得我这未过门的要守寡了，多不好。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王爷，你来了就好，你陪他在这瞎聊吧，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。拜拜。哎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没义气。
你怎么来了？屋里太憋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见我，本王必重重赏他。你不用赏他了，赏我就得了，我替他领了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呀，叫做足底石子按摩疗法啦。它可以按摩脚底的穴位，达到活血通络的效果。虽然开始呢会有些痛，但到了后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只是好奇。你看，你们这儿的星星多漂亮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。在我们那里，想要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星星点灯，点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青柔，你怎么每日都如此开开心心？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，似乎从未见过你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我觉得吧，这人呢不可能遇见出门就捡元宝的好事儿，所以呢，开心呢也是一天，不开心啊也是过一天，而且不开心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所以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呢是皇帝的儿子，又是货真价实最顶级的高富帅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只是今日见到独孤，心中有几分不安呢。我与他刚相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他变了，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隔阂。这人呢都会变的，而且呢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：人生呢就是意外和变化。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呢？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书先生啦。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啊。想不到一个教书先生竟然有如此的见地。可是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突然说这个干嘛？王爷，我家尹少爷被府尹派人连夜抓走了，说他私放印子钱，可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！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少爷啊！启禀王爷，老爷命我接小姐回去，这么些天真是打扰了。老爷说改天定会登门致谢，还望王爷放人。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再说，尹公子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算为了尹公子，你也不宜继续客居在此啊。你们这是威胁我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嫣然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自有办法救尹浩。王爷当然有办法救尹公子，只是此事还要一番周折，真要闹起来，尹老将军的面子也不好过呀。不就是想让我回家吗？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回去跟爹说清楚的。那小的先谢过杜小姐了。小姐请。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告辞。
这个杜毅为了逼自己女儿回家，竟然敢随便乱抓人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可舅父对尹老将军不满由来已久，我就怕此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。那他还想怎么着啊？先琦，照我说，你就赶紧把杜嫣然娶了。我看那老家伙怎么说，敢欺负我大哥，哼，找死嘛！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要不，如你所愿，我将嫣然娶回府里，这样你们二人当姐妹可好？你娶？不孝女，怎么不躲在灵亲王府了？看到没有啊？他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真心的。他是要去救尹浩的，可我不让。笑话！堂堂一个灵齐王去救尹浩，是你能阻止得了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言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吃了苦头，才长了点心眼儿。好，爹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哎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嗯。阿弥陀佛，不知相国大人唤老衲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绕圈子了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占卜为窥探天意，老衲不敢胡言乱语。哼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别人不了解你的斤两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你剃了度，走在这些高山大川，你就是得道高僧了。大师爷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即使占卜，就未必是真的。你说是吧？那是。这些年多亏相国提携，不然哪有老衲今日啊？不过相国放心，此事老衲当鼎力相助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衲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下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给您备的参茶，还嘱咐老奴让您多多休息。放这儿吧。哦，对了，小秋子，这女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
那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又是何解呢？皇上，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呢？届时几位王爷都会前往，还有各公卿大臣家的小姐也会出席。难道说，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万花会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快扶他进屋。是，快点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意的人另有其人。青柔，你为何对这些空谈国事的书生感兴趣？什么叫空谈国事啊？你好歹也是个官二代，根正苗红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意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，学习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蓝翔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。哎，过来，哎，快点！哎呦！听闻这二王爷有意娶相国之女为妻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。哎，我听说这杜小姐呀，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的命格。至高？那不就是母仪？嘘，听闻这杜小姐心仪的是三王爷，为了此事还闹了不少笑话。哎，杜府上下不得安宁。唉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，不然他还能怎样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仪的人另有其人。哼，乡野村父母无父无母，大喜之日即招来血光之灾，定是不祥之人。你为何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是明君，广开言路，社稷之事自有我们文人来探讨钻研。五色土祭天是为社，五谷之神是为祭。社稷二字指的乃是国土与民。为文人者，自当上忠于君主，下怀于民生，为天下苍生而奔波劳苦。尔等不思国计民生，却在这里妄论闺阁女子，是为文人之耻，还不如田耕老农。这里的老板伙计也算是为国服务，可你们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？哼，不听也罢。这人是谁呀？是装什么？装什么呀？手这么大气，不是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干巴爹，拜拜。这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？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荒谬！这个呀叫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可是会害死人的。文人的笔呢，可是一把锋利的刀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说什么杜嫣然的命格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不信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老家那边呢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啊，就是女歌妓了，反正特别多人喜欢她。她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。她的遗书呢，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人言可畏。还说本王歪楼，本王虽不知你说的歪楼为何意，可你这楼未免也太歪了点吧？你这现学现卖的太快了吧？呵呵，多谢夸奖。嘿，打你！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
独孤，你何时来的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难得见王爷一笑，所以不忍打扰。哦，本王也说不出为何，一见着尹晴柔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，要去一些时日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只是一些小事。独孤，容本王问一句，你要走，可是因为晴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哦，那就早去早回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。全当是去散散心嘛。要不然以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。走。娘，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、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。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三番五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，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言辰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启表哥，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